丈夫突如其來嘅反殺，令港妻徹底措手不及，而佢口中用嚟抹黑妻子，當作出軌理由嘅10宗罪，律師擬定嘅指控清單，處處直指樓主不稱職，企圖把出軌責任全推到妻子身上。我有10宗罪？邊10宗啊？樓主透露，丈夫好快以分居2年為由，單方面遞交離婚申請，仲攞出擬好的文件，強迫樓主放棄所有贍養費和子女撫養權。樓主斷然拒絕後，丈夫態度強硬，表示已正式入稟法庭，逼佢出庭答辯，絲毫不顧夫妻情分和子女感受。為逼樓主就範，丈夫詳列10多條罪狀，包括冇經濟貢獻、揮霍無度、旺季逼去旅行，甚至具體到係某年某月拒絕行房，仲將呢啲當成自己出軌嘅合理藉口。更令人心寒嘅係，丈夫將抹黑信俾埋老爺奶奶同雙方朋友。原本憤怒嘅兩老態度逆轉，反而指責樓主。對此樓主澄清，如揮霍，我係用自己嘅錢，而家庭開支就由丈夫負責。樓主還爆出第三者原來亦係人妻，丈夫甚至會將我哋子女嘅生活照發俾對方打卡。為進一步抹黑，丈夫仲偷偷翻出妻子嘅衣物、手袋拍照存證。目前樓主亦都聘咗律師應對。妻子曾為咗仔女嘗試和解，但被拒絕。雙方只有對簿公堂。法庭見。法庭見。